下來繼續來看民進黨台北市長參選人沈碧蓉，今仔日甲民進黨的議員參選人做伙來舉辦着聯合競選大會，宣布講6區要採取着配票的制度，要爭取25席全部來當選。前一天，沈碧蓉指控講台北市的途徑有一半是完全無正典的強勢途徑。台北市都發局是提出着反擊，講台北市途徑的案件佇6都排第一，無應該烏白指控。台北睡起來，議員全壘打。甲民進黨台北市議員參選人做伙翕相畫口號展團結。台北市長參選人沈碧蓉今仔日召開聯合競選記者會，宣布6區攏會用配票的制度，爭取席次上大化，讓我們25席監督的力量，通通都可以進入市議會。沈碧蓉團隊的記者會是接力開，前一天嘛宣布5大政策，不過其中都市更新甲舊厝延修這項嘛引發熱烈攻防，因為沈碧蓉指出台北市目前的途徑案有一半是攏無正典的強勢途徑，所以主張推出退場方案，讓案件重新啟動。不過台北市都發局嘛反擊，在咧市長蔣萬安推動的途徑背景之下，年平均的案件數有140件，是6都上多，批評沈碧蓉是凊彩指控。台北市目前的老化指數呢，住宅的老化指數是134%，你在核定的等等的，一定就會比較多嘛。但是都更要走完啊！僵屍都更的意思就是說，有些就是走不到最後嘛。雙方除了政見相對立，蔣萬安正正請示的前發言人李正憲雙方押出涉入勞務採購的涉入案。這是發生在台中多年前，也經過多次調查沒有成案的一個案子。那當然希望司法勿枉勿縱。那如果超不法，也希望還當事人清白。這個案件呢，在8月初其實就已經在調查。那這個是不是一種蓋牌？那李正憲本人是透過面冊強調，絕對無涉及泄密，也是任何的違法。主動請示是為了保護個人的清白。選戰是愈來愈熱，參選人身軀邊的幕僚嘛，攏互關注。